嘉玲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这是解药。哦，太好了，走。放心吧，会没事的啊。雨桐，雨桐，雨桐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雨桐，雨桐，快，心脏起搏器。徐教授，让我试一下。 放心吧，他没事了。嘉玲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嘉玲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个小姑娘，这么晚了，跑这来干嘛？大叔，我迷路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好吧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你家住哪儿？不远，就在郊区。大叔，您收拾东西是要出远门吗？最近遇到点麻烦事儿，出去转一转。对了，你赶紧上车吧，现在外面很危险的啊。 想走？把龙甲铭文留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殷昊天派来的吧？ 你也是变异人？何止！我以前是殷昊天的军师，没想到他会这样子。但我不认为毁灭人类才是拯救变异人的唯一方法，就带走了他的宝物。之后我就隐藏在人类社会生活，可惜还是被他找到了。把东西交出来。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难受。哼！我宁愿毁掉它，也不会把龙甲铭文留给殷昊天。这么大的人还会摔倒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在担心我吗？子昂他们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沐晨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知道是因为过去变异人追杀你，害我出车祸受重伤，你才会离开我。现在我身上的伤都好了。 可是我心里的伤，还需要你来治愈啊！嘉玲，嘉玲，你醒醒！我爸爸早已跟我说过，我和你命格相克。 可我偏不听。
偏要和你在一起，把你害成这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了不让你再受到伤害，我会离开你，但我的心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会永远爱你。嘉玲，我可以付出一切来保护你，但是，对不起，我无法忘记过去，我无法忍受我爱的人因为我而受伤，我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感情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只要你不爱上别人，你的心就永远属于我。五色石怎么样了？按照大人的吩咐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古玄经呢？属下无能，让他跑了。这种小把戏也能骗得了我？属下办事不力，我现在就去把古玄镜给抓回来。别让我失望。是。雨桐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医院啊。那沐晨呢？哦，他出去了。他伤得那么重，我去看看他吧。哎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好，还不能出去。来，躺下休息。我饿了，我想吃那家的蛋糕。行，等我啊。